你都想由咁樣變翻咁樣？想返老還童話咁易咩？但係講起抗衰老，大家一定諗起抗衰老界嘅王者 MMN 啦。研究證實咧，MMN 可以快速俾身體吸收，轉化成 NAD+。NAD+ 咧負責細胞嘅新陳代謝、修復同埋重生。但隨住年紀慢慢大啦，跟住生活習慣又唔好啦，我哋嘅身體入邊嘅 NAD+ 咧就會斷崖式咁樣減少，加速我哋肌膚嘅衰老。補充 MMN 咧就可以直接增加 NAD+，令到皮膚咧 keep 住年輕。之前收到呢個 Sino 嘅 MNN 細胞雙金槍，有面同埋眼嘅精華，用咗7日之後咧，我真係見到咧眼呢啲位啦個細紋咧冇咁明顯，黑眼圈都淡咗，成個眼部周圍咧都 firm 咗嘅。用咗7日，蘋果肌係噴咗，皺紋都淡咗。佢入邊咧有純度達99% 嘅 MMN， 直接滲透肌膚底層，可以激活年輕細胞，促進膠原再生，一支做到晒去皺緊致、提拉、抗氧化同修復。最緊要咧係佢2支搽上面嘅時候咧，我都唔覺得好笠嘅，好快就吸收，好舒服。呢支眼部精華仲加入咗 peptide，逆齡效果 double up。最中意佢個冰鑽頭，平時化妝之前咧會攞佢嚟去眼腫。記得拎埋20蚊 coupon，折完可以再減啊！